這屏東的山區，初三早起傳出着這倒水意外，3個大學生呢，燒焦去到馬家鄉的舊甲灣溪水槍區耍水，其中一個人介紹是去砸到水着驚，自然的生就沉落去水底。消防人員把人救起來時陣，已經無喘氣、心跳，送病院也是救無回來。特殊大隊就表示講呢，這舊甲灣溪水槍區上界深的所在有超過3米，是縣政府公告的高風險水域，這是袂當耍水。搜救人員衝落去水底，找到倒水的大學生，大家趕緊用鎖啊，把人救起來岸頂做急救。屏東馬家鄉的舊甲灣溪水槍區，早起8點多傳出倒水意外，3名高雄的查甫大學生燒焦來遮耍水，其中一人敢若因為砸到水着驚沉落，救起來時陣已經無喘氣、心跳。他就沉在下面，對，我下去用繩子把他固定，就直接請岸上的夥伴把他拉上來，將溺者拉至上岸。那患者以歐卡，並實施 CPR 搶救。那男性約20歲。雖望消防趕到櫃，那急救那個人送病院，不過尾手也是救無回來。根據消防局統計，屏東縣今年甲已經相繼發生5件倒水意外，造成5人往生，其中馬家鄉就佔3件。特殊大隊表示，舊甲灣溪水槍區分做3站，每站攏有徛禁止耍水的告示牌甲救生箍啊。第2站起的深度攏超過3米，是縣府公告的高風險水域，真正無適合耍水。就有可能會有一些漩渦，那民眾如果靠近那個深潭比較深的地方，或是瀑布水流下流的地方，往下流的地方，它可能會被吸進去的風險。一定要注意你們自己的安全依據我們所告示的一些的牌子來去，在這個地方來遊玩不要戲水。雖然有採告示牌提醒，不過天氣熱，舊甲灣溪遮也是照常有人在耍水。消防局表示，休熱若當着假日時，因攏有安排巡邏宣導，不過無法度24點鐘攏有人在顧，車民眾唔通冒險用性命來講耍笑。記者郭明哲、柯家族、顧朝陽、屏東採訪報道。